修啦。啊，咱若拢无甲栽培，经济甲掂咧了，当然不稳不稳啊。啊，所以讲呢，咱若是人嘅因果书呢，当然咱过去有多人嘅，咱一定爱调咱组长呢，要安怎来打合，要安怎安排来访亲，这会使讲是非常嘅重要。因暗呢，咱讲师自己嘛讲了真详细。对有了解白羊三圣，咱应该爱去甲伊了解。所以讲呢，先去讲，若无天运输入，今仔日咱无道人的，真正。佮过去伫因在世的时阵，报道的迄种的辛苦，其实咱真拢要因的秘籍啦。因为环境歹，环境歹，食歹，要出门呢，佮无方便。比像咱真出门，有脚踏车，有乌多摆，有轿车，甚至会当坐飞机，佮离佛堂佮有冷气，食佮食好，所以讲政治修道来讲起来呢，会使讲非常的好啦，比着咱的前辈者呢，实在咱差足济就对，咱伫这个遮好的环境内底，咱若无感恩了着天运事业的可贵，无真正得到修行学道，那会使讲辜负天运事业所以讲呢，咱会当来入门这个天道，咱一定要好好啊珍惜。咱伫圣凡平行、仙福平行性当中，咱要哪去处想？当然后天无用，你做你去无用。但咱有时间的时阵，咱要安怎会当好好善用了着这个当下呢？尤其是伫这个疫情这段时间2冬外来。咱人本来是有常甲无奈，有常甲无奈，咱拢会当呈现伫咱人的头前。这是活生生的地址。讲一句较下咧，有当时咱若甲想有哪点是要着咱唔知呢？要离开这个世间，点是要离开世间，唔知呢。因为棺材唔是地老的，是地死的。所以讲呢，咱一定要好好把握着这个当下。我身体健康，我虽然会较辛苦，但是我会当去建立功德。安尼呢，伫咱这世人讲起来得道修行呢，人讲无白来啦，无白来。所以讲起来呢，咱一定要好好伫这个圣愿当中呢，爱好好啊修行，较袂辜负了着天运事业。因为阴暗呢，讲师嘛，甲咱讲甲足详细，相信你知影讲，咱要得到呢，遮尔无简单，要安怎？那唯有报答了着天运事业，唯有就是你修办安尼尔。咱伫三座普渡来得到，嘛希望咱伫三座普渡内底来打帮助道。知影甲毋知影讲。先觉甲无觉先知甲后知啦，所以讲对有了解度人生存呢，其实嘛会当互咱建功立德，因为无时间咱安尼过呢。咱进入这段时间有疫情，若毋是拄啊好有事实，咱修道这条路呢，有可能暂时就拢断去的，因为袂当去佛堂啊，佮也无开课啊。所以讲呢，伫这时间遮尔长，毋是讲短暂的呢。拄啊好有这个事情，亲像讲咱延暗呢，有这个明道班，这嘛是爱感谢咱天运事业啦，有哪互咱这个学习的机会，互咱大家会当伫这个线上，来讲一个善言。咱今日去来大家共同学习，其实讲起来，先去注意，毋是咱尔。佮有咱的九贤七祖，包括咱个人的业绩，拢会当互善佛带来到你面前，伫手机电脑的头前，做伙来开了这个法会。安尼呢，会使讲是非常的舒适。咱嘛会当做一种的